上新的消息，咱要赶紧来看中国国台办昨昏甲民进党的立委沈碧荣、甲前联电董事长周兴成，还有乌心学院列作是台独分子的名单。陆委会回应讲，中国一直针对台独咧操作，敢若互两化是愈行愈远。也那周兴成昨昏暗时嘛直接讲，中共是非法的政权。中共是枪杆子出政权，没有经过人民的投票授权。 所以它是非法的政权，它是乱臣贼子啊！所以中共非法政权所定的所有法律是无效的，借着它这个无效法律来对我们台湾恐吓，更是笑话。周兴成伫昨昏暗时参加印太战略智库成立酒会时阵讲这话，伊讲国台办会甲恐吓，就是惊伊继续讲话，惊伊甲国台办一寡乌鲁无齐，还佫未见证的代志拢压出来。 伊目前正在考虑要告国台办的发言人公开甲恐吓，要伫立法院立案，以后因若是来台湾，就爱去立法院报道。